当季奥运的趋势甲社计逼出讲，美国几个查某选手互人卡来手来，因最近透过美联社出面指控教练性骚扰，嘛讲虽然话已经是30多年前的代志咯，也毋过这款文化一直都无改变。越野趋势甲社计所组成的冬季两项运动，是正受欢迎的冬奥比赛项目之一。美国6个前奥运选手出来指控，女性选手去互教练性骚扰、性侵的事实已经30多年啊，而且当时因敢若15至18岁，还有一寡选手被迫结束运动生涯，还有一个少年女性运动员，互教练性侵了后想要自杀。这个教练虽然失职，不过后来煞互人聘请做美国帕奥国家队的教练。You have to wonder, 35 years in between, how could that happen? How could the same story happen? And it's got to be the same people are in charge, or the same culture, or a combination. But what I do know is it's got to stop. 互教练性骚扰、性侵的女性运动员，因为挡袂牢出来讲出真相，毋是无互人重视，就是被迫和解，加互人报复。负责冬季两项运动已经33年的官员科布，去互选手指控，这种的亚女文化都是伊做入来的，而且科布所请的拢是家己的朋友。当美联社甲询问的时阵，科布敢若用 email 表示，毋捌有任何运动员捌甲投诉教练的不当行为。这种回应，互选手真生气。We just need to get our stories out there, honestly. That's probably, I feel a lot of relief in coming forward, honestly, and just putting it on the table. 非政府组织美国安全运动中心是伫2017年成立的，目的伫检照美国奥运比赛时阵有选手甲未成年遭受性虐待。除了怀尔德，也有另外一个选手布托斯，拢指控伫60年前发生的性虐待事件。美国安全运动中心讲，虽然已经过法律追溯期，不过因会继续协助被害人调查讨赔。被害人是讲，就算这个教练互人认定有这种的加害事实，煞敢会面临停赛6个月，不过因所承受的是一世人的痛苦，那亲像无期徒刑。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